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做风台，今仔日全台湾22个县市继续休一天风台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假，过一个第三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假就是小接、小俗的意思，咱讲假俗。另外，分囝来饲，养子古早有人讲是假子，或者是假子囝。若养女，有人讲是假女。后媳、后姐、后妻，有人讲是假配。假成的后事或做假事，接续起来也就是假起，若继续家业就是假业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假俗，意思就是少年线无断去；第二个词读做假成，字面的意思是讲继续来承受，嘛是一个法律的专有名词，意思就是被继续人死亡的时，继承人承受于财产上非专属的权利甲义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间大公司的头家仔继承老爸事业了后，嘛继续做善事，甲老爸善心一直保留传承落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